大多数人都知道核桃是一种对心脏有益的零食，富含抗氧化剂和优质脂肪。事实上，核桃含有在常见坚果中最强的抗氧化合物。然而，有一点是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虽然核桃对大多数成年人来说非常有益，但在某些健康状况下，这些营养丰富的坚果可能不是最佳选择。在某些情况下，食用核桃甚至可能加重症状。这并不代表核桃不好，完全不是这样。只是就像任何食物一样，它们并不适合每个人，特别是如果您正在应对消化系统问题、肾结石风险过敏或正在服用特定药物时。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消化、肾脏和免疫系统会变得更加敏感，因此了解核桃与身体的相互作用变得更为重要。今天我们将探讨银发族可能需要限制或避免食用核桃的5种情况。我将引导您了解相关的科学知识，以便您为自己的健康做出最佳决定。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吓唬您，而是要为您提供清晰实用的资讯。在开始之前，想请问大家，您有定期吃核桃的习惯吗？您是否曾注意过身体对核桃的反应？欢迎与我们分享您的经验，您的见解能为其他关心健康的朋友提供支持。现在让我们仔细看看，在哪些情况下核桃可能不适合您的身体。第一种健康问题是对木本坚果过敏的人。虽然核桃对大多数长辈提供极佳的营养，但对于任何对木本坚果过敏的人来说，它们可能极其危险。木本坚果过敏是最严重的食物过敏之一，影响住全球数百万人。而核桃正是这种情况下最常见的触发物之一。即使是极微小的量，例如一个碎屑切菜板上的残留痕迹，或是与其他食品共用设备加工，都足以引起反应。木本坚果过敏发生在免疫系统物将核桃中的蛋白质识别为有害入侵者时。作为回应，身体会释放抗体和化学物质来攻击这种威胁。这种过度反应引起的症状从不适到危及生命不等。轻微反应可能包括瘙痒、前麻疹、嘴唇肿胀或胃抽筋。但最令人担忧的反应是过敏性休克，这是一种快速且严重的全身性过敏反应。在过敏性休克期间，呼吸道可能收缩，血压可能骤降，导致呼吸困难。如果没有立即的医疗处置，这类反应可能在几分钟内危及生命。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是不可预测性。某人某次的反应可能很轻微，但下一次却可能引发更强烈的反应。过敏敏感度也可能随着时间而恶化。这就是为什么医师建议诊断出木本坚果过敏的人必须完全避免食用核桃。这包括避免可能含有微量坚果残留的食品。阅读标签成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台湾卫生福利部时，药署也要求厂商必须在包装食品上清楚标示过敏源，诸如可能含有坚果、与其他坚果产品共用生产设备，或本工厂亦生产坚果产品等警语，应被视为高风险的警示。对于核桃过敏者来说，这些警语必须严肃对待。避免核桃并不是为了错过健康零食，而是为了优先确保安全。专业的过敏科医师可以协助确认过敏源，并引导安全的饮食选择。幸运的是，还有许多营养丰富的替代品，包括种子类或其他非木本坚果的选项，可以提供类似的营养而无风险。第二种情况是有肾结石风险的人。如果您曾患过肾结石，就会知道那是绝对不想再经历一次的痛苦。
那种疼痛可能非常剧烈，且一旦患过一次，再次复发的几率就会高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有肾结石病史或家族倾向的人应特别留意高草酸食物。不幸的是，核桃就属于这一类。核桃含有草酸，这是一种天然存在于许多植物性食物中的化合物，如坚果、菠菜、甜菜、小麦麸皮和莓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草酸不是问题。然而，对于那些容易形成草酸钙结石、最常见的肾结石类型的人来说，摄取高草酸食物会促进结石形成。当草酸在肾脏中与钙结合时，它们会结晶并形成坚硬的沈积物。这些结石可能潜伏一段时间，或在穿过尿路时引起剧烈疼痛、恶心和排尿困难。仅仅1盎司约28公克的核桃，大约1小把，就含有约30毫克的草酸。对于容易患结石的人，每日建议的草酸摄取限制通常在40到50毫克之间。这意味着这1小把核桃就已经占了每日限额的1半以上。这代表即使适量食用核桃，也可能迅速使草酸摄取量达到增加结石风险的范围。有些人还可能在结石完全形成前察觉到草酸过载的症状，包括骨盆不适、频繁的尿路刺激、胀气、便秘、腹泻、关节酸痛、疲劳。虽然这些症状有多种成因，但在有肾功能问题或脱水的人身上往往更为明显。专家包括肾脏科医师建议高风险族群应限制核桃等高草酸食物，从安全来源维持稳定的钙摄取。最重要的是保持水分充足，多喝水有助于稀释尿液中的草酸，减少晶体形成的机会。这并不代表永远不能吃核桃，只是对有肾结石史的人来说，它可能不适合作为日常零食。如果您担心草酸问题，医师或营养师可以引导您选择草酸含量较低的坚果或种子，如夏威夷豆、胡桃、培根或南瓜子，这些同样能提供健康脂肪，但引起结石的潜在风险较低。第三种情况是患有消化系统疾病的人。虽然核桃富含纤维、健康脂肪和抗氧化剂，但对于患有某些消化障碍的人来说，可能不是最佳选择。像是气室炎、肠燥症、EPS、克隆氏症、溃疡性大肠炎，或是正在从肠道手术中恢复的人，其消化道通常较为敏感。在这些情况下，核桃觅食的质的不溶性纤维和较高的脂肪含量，有时会使症状恶化。对于气室炎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尤为重要。大肠壁上的小囊袋气室会发炎或感染，在此期间，质的粗糙或较硬的食物，如坚果和种子，可能会刺激这些敏感区域。虽然医疗指引随住时间在演变，但许多医疗人员仍建议在发炎期间避免食用核桃，以防止不适或刺激加剧。一旦症状平息，有些人可以慢慢重新摄取，而有些人则可能持续敏感。对于肠燥症、克隆氏症或溃疡性大肠炎患者，核桃也可能具有挑战性。这些疾病通常涉及消化道炎症，使得高纤维或高脂肪食物较难处理。核桃中的不溶性纤维虽然能增加粪便体积，但对肠道来说可能过于粗糙，在症状活跃期可能引发胀气、痉挛、腹泻或腹痛。同样地，它们的天然脂肪虽然健康，但对某些人来说会过度刺激消化道。对于接受过肠道手术的人，消化系统需要更多照护。某些质的或高纤食物可能会增加阻塞或刺激的风险，特别是在肠道愈合阶段。在这些案例中，医师通常建议暂时避免坚果，或根据恢复进度及少量摄取。每个人的消化系统都不同，关键在于倾听身体的讯号。
对于需要限制坚果的人，仍有许多方式可以摄取健康脂肪，例如质的滑顺的坚果酱、酪梨橄榄或浸泡过夜的奇亚籽，这些通常对敏感的肠胃更为温和。第4种健康问题是正在进行体重管理的人。核桃因其健康脂肪和支持大脑的营养而备受赞誉。对于许多人来说，它们是均衡饮食的极佳补充，但对于正积极减重或管理肥胖的长辈来说，食用核桃时需要格外小心。原因并非核桃不健康，而是因为它们的热量密度极高。1盎司约28公克的核桃含有约185到200大卡。这听起来可能不多，但因为核桃结构紧密，在胃部占用的空间很小，这一胃柱很容易在没有明显饱足感的情况下摄取过量。事实上，一些研究显示，尽管核桃富含脂肪，但其提供的饱足感可能不如预期。换句话说，仅仅1/4杯的核桃就可能占据减重饮食每日建议摄取热量的1/4。对于无意识进食或在沙拉、燕麦中大量加入核桃的人来说，这些热量会迅速累积并悄悄阻碍减重进度。这不代表必须禁绝核桃，它们在重视体重的饮食中仍有价值。核桃的健康脂肪支持大脑健康，抗氧化剂减轻发炎，蛋白质和纤维则有助于稳定血糖。对50岁以上的成年人来说，关键在于分量一事，建议将分量定量，例如每次约14片核桃仁，而不是直接从袋子里抓住吃。将核桃作为优格或沙拉的点缀，而不是当作主食。搭配水果或蔬菜等增加体积和纤维的食物，有助于提高饱足感。当用心食用时，核桃可以提供稳定的能量，减少对含糖零食的渴望，但若缺乏分量意识，它们可能会无意中导致热量盈余。第5种情况是正在服用某些药物的人。核桃虽然营养丰富，但对某些长辈来说，其益处可能会干扰特定药效。对于服用抗凝血剂、免疫抑制剂或其他敏感药物的人，了解这些相互作用对于维持稳定的治疗效果至关重要。主要担忧之一涉及核桃中的 omega-3 脂肪酸，特别是阿次亚麻油酸omega-3 虽然支持心脑健康，但也有轻微的抗凝血效果。对于大多数人这是有益的，但如果您正在服用处方抗凝血剂或抗血小板药物，如华法林、艾利克隆、薄栓通普拉利特或阿司匹林，高剂量的饮食 omega-3 可能增加淤青或出血的风险。同样地，核桃的抗发炎特性虽然有益，但可能会干扰某些免疫抑制药物的作用。接受过器官移植或因自体免疫疾病服药的人，依赖精确的免疫抑制来防止排斥或减少发作。天然支持免疫系统的食物，包括核桃，可能会抵消这些药物的预期效果。此外，核桃的健康脂肪会减缓胃排空的速度，这可能影响某些药物进入血液的效率。由于药物方案是高度个人化的，如果您正在服用上述药物，在定期食用核桃前，务必咨询您的医师或药剂师。检视药单可以确定核桃是否应限制，避免或可以安全地适量摄取。目标是确保您的饮食与药物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对抗。对于不属于上述风险类别的人，核桃提供了卓越的健康益处。它们是营养密度最高的坚果之一，富含支持心脏、大脑和整体活力的成分。定期摄取核桃可能有助于改善胆固醇水平，降低总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坏胆固醇和三酸甘油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改善是在不导致体重增加的情况下观察到的。核桃中的多酚和维生素 A 有助于保护动脉免受氧化压力，防止血管硬化，对于长辈长期维持心血管健康非常有帮助。核桃还有阿拉、多酚、镁和精氨酸，这些营养素能从细胞层及舒缓慢性发炎，这对于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普遍的多种慢性疾病具有正面作用。令人惊讶的是，研究还显示核桃有助于增加肠道益生菌。一项受控研究发现，每天食用约 1.5 盎司核桃的成年人，其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有显著改善。此外，核桃中的植物化合物可能支持降低某些癌症的风险，特别是乳癌、大肠癌和摄护腺癌。在大脑健康方面 ，Omega-3 与抗氧化剂的组合可能有助于保护脑细胞免受氧化压力。早期的研究指出，将核桃纳入饮食可能支持更好的记忆力、更敏捷的思维、并敏捷的思维、并降低风险。总结来说，核桃提醒了我们营养是多么复杂。对于许多长辈，他们从支持心脏、舒缓发炎到滋养大脑和促进肠道健康，提供了多方面的益处。然而，正如我们探讨过的，核桃并不适合每个人。患有坚果过敏、肾结石风险、消化问题、服用特定药物或有体重管理需求的人，可能需要限制或避免食用。最重要的是学习如何观察身体的反应，选择支持健康而非挑战健康的食物。随着年龄增长，饮食习惯中的微小调整都能对体能、舒适度和长期的幸福感产生巨大影响。了解健康食物何时可能不适合自己，与知道该摄取哪些食物同样重要。在您离开之前，我很想听听您的想法。在了解更多资讯后，您对核桃有什么感觉？它们适合您的身体吗？还是您需要更加谨慎？欢迎在下方分享您的经验。您的见解能让我们的健康社群感到更受支持与知情。如果您觉得这些资讯对您了解自己的身体有所帮助，欢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拨冗与我们在一起，请好好保重，我们下次再见。